佢總之嗰日我就收到咯，然後就呆咗咯，即係竟然 Deliveroo 都執到笠咯。冇乜感覺㗎，係勝者強，弱者就敗㗎啦，冇辦法㗎，呢個社會係淘汰㗎嘛。千祈唔好壟斷咯。如果對冧一間，繼續對冧第二間咧，就冇得玩啦。我哋又係慘，最慘咧嗰啲車手。Very poor order fees and then lot of restrictions。執咗之後有跌咯，跌咗好多啊，所以咪全部人出晒嚟呢度。外賣平台戶戶送 Deliveroo 喺今年4月7號晏晝3點正式撤出香港，令本地外賣市場喺4月頭出現大變化。Curry Boy 係一間喺大圍嘅餐廳，專賣料理咖喱。今日係 Deliveroo 撤出之後，餐廳營業嘅第一日。未開機，睇下開機睇下咩 feel 先。佢可以撳開門啊嘛，或者11點佢就即係而家11點佢就自動着嘅平時。咁佢而家咪係咯咁嘅樣咯。餐廳同3間平台合作咗2年。亞祖話餐廳每日大約有20張外賣單 ，Kita 嘅單量由開業到而家一直都係最多。亞祖認為 Deliveroo 結業之後會出現平台壟斷市場。揾唔到錢就梗係走，好合理啦。但係我嘅角度係，既然玩咗隻 game 咁耐，係咪其實有其他方法可以繼續過關呢？係咪真係要直接棄咗隻 game 呢？直頭將啲裝備賣晒咁樣，係咪真係需要呢？全香港都淨係得返 M 記嘅時候，我哋仲會唔會有小菜食呢？喺經濟角度，我哋解決食嘅方面係簡單咗，但係我哋可以去接觸嘅文化一定係少咗好多咯。我哋嘅生活一定冇咁多元化咯。呢個係商家壟斷市場嘅問題啦，就係。Deliveroo 自2015年進入本地外賣市場，喺2019年嘅市佔率曾經高達60%，但喺2020至22年期間 ，Foodpanda 逐漸佔據市場，令 Deliveroo 跌至大約30%市佔率。而美團 Kita 喺2023年5月進入本地外賣市場後，1年內嘅市佔率就達到30%。有研究平台經濟嘅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助理教授陳麗強指，為咗搶佔市場，平台公司最初唔會介意蝕住做。其實呢啲公司喺蝕緊錢嘅過程當中，佢哋就係希望透過去抌一大嚿錢出嚟，去 subsidize 唔同嘅各方面，即係包括可能勞工嘅 bonus 啊，或者係顧客嘅所謂嗰個 coupon 啦，跟住之後餐廳嘅抽成，然後去嘗試去壟斷咗一個市場。咁佢哋真係開始叫做 so call 嘅賺錢嗰下咧，其實更加多就係我哋理解就會係佢真係佔據咗個市場啦。除咗用高人工吸引外賣員，平台仲提供好多優惠搶客，好似免運費、週末減50蚊優惠等。Deliveroo 嘅市場佔有率好快被蠶食。咁你一有好多 promotion， 跟住大家就即刻嗌 Kita 或者可能係轉去 Foodpanda， 咁佢咪選擇離開，因為根本就賺唔到足夠嘅，即係對於佢嚟講，個投入同支出唔係成個正比。唔願意上競嘅 Bob 今年51歲，做咗外賣平台4年，唔同平台嘅單佢都有接。佢每月工作25日，大約有2萬蚊收入。佢揾得最多嘅時間係 Kita 啱啱進入香港市場。對於 Deliveroo 結業，Bob 認為只係太弱流強嘅市場狀況，但就對自己收入冇即時影響。Deliveroo 執笠呢，而家出嚟個結果都係暫時未有對我有太大影響，因為 Deliveroo 啲單呢就會去翻是但嗰2個平台 Foodpanda 或者 Kita 嘅。不過1個月後，影響逐漸浮現。荃灣同美孚區都有 Kita 外賣員喺5月10號發起罷工，抗議 Kita 持續壓低單價。外賣員話 Deliveroo 結業之後 ，Kita 嘅單價下降咗20%。Kita 一嚟嗰時係 OK 嘅，依家咧就每日都低到即係唔想做咁啦。如果一過2點咧，28蚊，你點單車28蚊點數啊？28蚊、29蚊冇用噶嘛。Before is much better the price before have the competition, but after the Deliveroo prices too much go down, which is not acceptable. It's too low. Is I think around 20% is less than before. And if you go beyond the peak hours, there's nothing. I think 35, 36, which is very low because we have to pay for the fuel as well. I mean, you can't really
rely on those fees. 之後，九龍城、中環同天水圍等地區都陸續出現 Kita 外賣員嘅罷工行動，並向平台要求取消搶單機制。外賣員要求取消嘅係 Kita 一個叫 K 高自願減薪計劃嘅搶單機制。如果外賣員接受低啲嘅單價，就可以獲平台優先派單，有更多工作機會。根據政府統計處嘅資料，2023年12月至2024年4月期間，本港有超過12000人從事外賣工作，60%外賣員嘅收入少過15000蚊，低於本港去年嘅工資中位數。外賣員要爭取更多工作，就要接受平台設立嘅各種賞罰機制。7號係啦，4669 ，thanks。20歲嘅 Boris 係一位兼職外賣員，佢話外賣員工作時間彈性，所以平時得閒就會送外賣。Boris 喺銅鑼灣接咗一張連單，係送第一張單嘅時候就俾人催單，即係勁大壓力咯，即係你送個外賣，仲要俾個 app 係咁搶你。帶貨 Panda 同埋 Deliveroo 咧，佢個時間就會人性化啲咯。基本上你 hea 行佢都唔會話你遲攞。Kita 設有準時獎賞機制，只要外賣員將外賣準時送到，就會有5毫子至4蚊嘅獎金。Boris 先由銅鑼灣東區商業中心送去希慎廣場。係咪外賣？係 ，thank you，係 Kita，thanks。係啦，咁就行得。再由希慎廣場送去怡興大廈。係咪嗌外賣 Boris 喺指定時間完成外賣訂單，獲得3蚊準時金。搞掂。但有外賣員就話唔係單單都咁易做到準時。咁有時佢哋嘅一個嗰個 Apps 計個餐廳同個客嘅距離呢，即係譬如我喺呢度攞餐，我要送過去，咁我係揸車嘅，咁係咪要用條馬路去送過去啊？但係佢哋係唔係計呢個天空嗰條直線啊？但係呢，你攞餐有時唔係你去到就有得攞噶嘛。你仲要可能要等個餐廳做單俾你噶嘛？咁你去到你又要嘥啲時間去等餐，咁你送遞嘅時間你咪越少嚟越少咯。咁你咪要好趕咯。所以有心理壓力好大有時會。對於平台各種嘅機制 ，Bob 就話外賣員做唔到啲咩？揀得做呢行嘅都深知係冇自僱人士嘅，咁係冇保障㗎啦。根據 Kita 應用程式喺4月頭發出嘅獨立承包協議，外賣員唔係公司嘅僱員，而係作為承包商，所以公司唔會承擔外賣員嘅任何損害、罰款、損失或責任。而外賣員亦唔可以自稱為公司嘅員工，佢哋唔被視為僱傭關係。唔單止 Kita， 其他平台同樣都以自僱形式請外賣員，令外賣員缺乏一般打工仔嘅勞工保障。Deliveroo 結業後，有外賣員嘗試追討遣散費、長期服務金、休息日等薪金，金額由13000到106000不等。現時大約有20人追討緊賠償，但平台目前未有回應。勞資審裁處喺今個月開始處理4至5名外賣員嘅追討個案，估計半年後先有結果。過去亦冇成功追討嘅先例。咁所以我會覺得就係如果長遠嚟講，keep 住係可能係1間或者2間平台嘅話，咁而又冇嘅其他嘅保障嘅話咧，咁個情況應該會越嚟越差嘅。外賣員要靠平台派單，難以挑戰平台嘅安排。陳麗強話：平台最大嘅本錢就係擁有大量數據。大家會覺得佢哋係 valuable， 其實更加重要就係佢哋透過外賣嘅時候收集咗好多我哋個人嘅數據。講緊就係譬如我哋中意食啲乜嘢啊，或者甚至乎可能係一啲 transportation 相關嘅數據。咁而呢啲先係佢哋更加值錢嘅。佢點樣用嗰個數據就係一個我哋成日會講係一個好似 black box 咁樣冇人知啦。咁呢個本身其實都係一個問題啦。隨住市場競爭減少，外賣市場被壟斷嘅機會增加，顧客又有冇能力去改變呢？大家就冇嗰個所謂真係對於袋鼠嘅忠誠度。嗰個網絡效應其實講個三方就係餐廳啦、顧客同埋車手或者步兵啦。顧客佢係有佢自己嘅 role 喺度，係可以影響到成個經濟咯。